过遐日子的大平安，即是咱要先来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咱会当大家先来安静心，咱听候主的话，请别倒。论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你的心，你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啊，求你因为我的对德，凭你的公义带我，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正直。即是咱会当用欢喜的心三角来敬拜。来宣告主甲咱同在，咱用华语诗歌，咱做伙来敬拜，咱会当若方便，咱会当做伙来起立，若会使咱就是无方便的，咱嘛会当坐咧敬拜。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山为我挪开，爱有如此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灵魂，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山为我挪开，
我的心怀，紧握的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分开，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的双手不放开。好像为我谋害，那爱又不自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了心疼，从前是假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感谢主，让我们将掌声都归给我们的主，继续来敬拜，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的心，充满这个会堂。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心。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期待你在灵与真理里。感谢主，从头再唱一次。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生命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期待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
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的灵与真理，我敬拜你，我敬拜你的灵与真理。感谢主，我们持续站立。只是请咱三甲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隐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要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古圣诗的第36篇，请咱会当来看迄个荧幕的 PowerPoint 吼，咱三甲来启用吼。启用文，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喙焦行无忌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则咩惹骂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这是咱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阿爸爸上帝，你是阮即块土地掌权的主，阮搁一摆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面前敬拜，献上阮的懊恼，互圣神来充满阮的心、阮的灵，领受你的话语做阮的供应。主啊，阮要搁一摆认阮的罪，阮常常软弱，互世间的重担、忧郁来困绑控制。有做怨恨、贪心、嫉妒，互血气行伫圣神的头前。求主赦免阮的罪，帮助阮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心搁一摆活转伫你，甲你甲人的关系拢得到恢复。阮为着阮阮所想到的兄弟。有人身躯会病痛，恳求医治的恩典临到因，保守看顾因心灵甲身体健康。心内有忧闷的，求主透放因的重担，光照因的心，互因看起有主引带因的路。阮也有出外无伫阮中间的兄弟。求主也甲因同在，保守因的心思意念。主，阮要继续为着台湾这块土地，阮最近拄着几摆的地动，也发生一寡灾难。阮恳求你赏赐真实的平安，伫拄着患难的同胞，有死失的家庭，求主安慰扶持，有损失产业的，求主来帮助。
也互所有救灾的人员、救灾的工作拢会当顺利平安，毁坏的建设会当真紧来恢复。也为着阮新任的国家的执政团队，求你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甲疼土地的心来施政甲管理。你的灵也运行伫阮的政府的机关甲社会的各阶层。阮也为着中国广东的大水，求主你平平怜悯帮赞。无互因拄着上大的灾情。阮感谢主，今早起你有赐福，因带长老照着伊来讨帮你的启示，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心、阮的中间，帮助阮清楚明白，也有力量来实行。这是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救主是咱及时安慰。
感谢圣乐队真水的歌声来带咱学乐。下面咱来恭守上帝话，今早起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5章20节到第32节。路加福音15章20节到32节，由我来读。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里还佫远。伊的老爸看起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颔棍，直直甲伊针。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伊遐个奴仆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搁甲伊挂手指，煞甲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咱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因就三甲欢喜。迄时伊的大囝伫园里，倒来要到厝，听起作乐甲跳舞的声，就叫一个奴仆来问伊伫啥代。伊甲伊讲：恁小弟来啦，恁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转来，所以抬迄只肥的牛仔。大囝受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劝伊，伊应伊的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遐济年，拢袂捌违逆你的命令，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通甲我的朋友三甲欢喜。总是你即个囝，交配充饥，一尽破坏你的业。一个倒来，你就为着伊抬肥的牛仔。老爸就甲伊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咱应该欢喜快乐。以上，下面讲到，咱请蔡长老为咱讲到，伊的题目是“在书龙柱回头”。那你要去，吗？谢谢你，谢谢。你们要这边看，我终于回家了哈，归家，我终于回家吼，这2礼拜，唔知道哪过日子的，先带队去澳洲8日，然后对昨开始到昨暝倒来，已经差不多8点外要9点嘛，拢陪喺外宾。一个英语白痴的人可以带一团去国外，所有的讲英语的跟他们安尼就大联谊。我感谢主哈，可能因为在国外法官是很比较受尊重的哈，不像国内好像比较不值钱哈，所以他们一听到当过法院的院长哇，派的成绩都非常高。人权没有外交，外交部进不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去，而且成绩很高，成果非常丰硕，而且打开了一条路。因为我们的外交现在目前是受困，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另外一条路。这条路，而且到昨天连外宾来审查，对我们的评价都很高。凡事归于上帝，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我们觉得很好玩的，我们去澳洲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知道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吗？第一件事情，感谢原住民，因为这块土地本来是他们的，他们称为 First Nation， 第一国民。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Pray 祷告。我们去那边跟外宾吃饭，都先祷告。更奇妙的，昨天到三地门，台湾哦，屏东三地门。你要到三地门，我们要吃饭之前，乡长先做一件事情，说。他讲的是礼仪啊，说我们这边的礼仪要先祷告，所以他就用原住民语言讲一次，又用我们汉语又讲一次，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全部的人眼睛都要闭下来，阿们。好美的一件事情，我才发觉到里面我们带去的团员里面有1半以上是基督徒。
这平常你可能看不出他是基督徒，他们看到我低下头来祷告，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可是我觉得他们低下头来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到喊阿门的时候，我就他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你哪个教会的？哇，开始又另外一层的国民外交，教会外交。凡事感谢主。其实今天你们发觉到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觉不一样，圣灵充满，心中觉得说带出我们更敬拜主的那个心意。你不要看到他们哦，你以为他们今天这样就随便说上台哦。上个礼拜天我就看他们乐器在这里，歌唱在3楼，他们是一个句一句的训练。我们不管打鼓，不管 keyboard， 不管 bass， 不管领唱，不管 violin 是艺文比较害羞，所以躲在后面不管 piano， 他们整个的组合，他们为了荣耀上帝，真的为了荣耀上帝，用他们的心。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其实我在爱说一直在想这个题目：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我这边出去外国的时阵，加最近这礼拜接待这外宾，因为拢是用人权外交人权外交。我才发觉讲，因就注重你原来你的源头是哪里。澳洲很好玩哦，澳洲甚至国会的旁边有一大块地搭帐篷，说这是部落民族的土地。托雷斯海峡土地里面，他们说属于托雷斯海峡民族的。所以你们可以去那边盖房子，盖的只是什么？地上权，土地还是托雷斯海峡民族，你要跟他们租所以这澳洲是一个，你去那边突然发觉到你是很受尊重的国家，他们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尊敬。我喜欢台湾嘛，写塞台湾跟他们交流，他们也发觉台湾非常进步。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学，我们应该突然在想这个题目：浪子回头。我们应该重新找到那个起初的爱，原起头的疼。那个教会不是做礼拜是一种形式，不是一个形式。我们要找到那个起初的爱。当初我们的信徒，我会记做细汉时阵咧食饭爱先做礼拜呢。我就在座可能较老一辈拢经过，咱即摆无啊嘛迄阵食饭拢爱做礼拜，但是做礼拜拢感足欢喜然后迄个感觉饭拢足好食，其实口若闭起来迄阵食的物件，无可能品质较好嘛。所以迄阵的物件感觉较甜呢。我觉得你感觉迄阵的物件较香无？有这叫香的。这个物件佫食偌好，边仔跟8年，人讲两歹足好诶。我食嘛感觉讲，我细汉阮妈妈若卤迄个猪头皮我食，我嘛感觉足好，佫较好食。浪子回头，那是不是我们还要再试这个问题？你讲浪子回头的时阵，其实头前已经讲上。连续3个经节，咱大家做伙。当然，这3个经节，我咧甲咱讲，失去羊，耶稣甲找倒来，一个寡妇捧伊钱，一个寡妇找倒来，伊拢讲一句话：欢喜快乐。最后，这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世界甲评论是世界上水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最美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当然，咱袂要讲个，对15章来讲，20、19、30、19年啊多。所以这些故事，咱从伫幼稚园，咱都听到大汉。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简单的讲一下。这浪子回头的故事足简单的嘛，伫咱厝里其实常常咧发展，伫咱厝常常嘛，尤其是若好野人，常常咧发生这个情形。所以我常常讲，阮老爸好个在老话最大的财产是无财产，安尼阮都袂还家。我们因为爸爸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财产，我们都不会吵架。那回头故事告诉我们说，他有2个儿子啊，小的跟爸爸讲说：“爸爸，我应得的份给我。”为什么爸爸财产就应该给你啊？有时候你想想这个问题呀，为什么我当父亲的我就一定要给你财产？所以子女为了争产闹得很不愉快，尤其有的人住在国外，看到。完全没有照顾爸爸妈妈，遇到爸爸妈妈可能快死掉，说赶快回来把财产分了，就赶快要去国外。荣总现在还有一个中将，我最近没有去荣总的，我本来还问他说那个将军到底过世了没有，死去没？因囝半当带领一遍钱，连老爸都无去看，都做出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实在是需要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再思这个故事。这个细汉的钱摕去吃花放枪，开了，然后巴肚照要得着饥荒，去到尾去饲猪，饲猪巴肚枵念饲猪迄食。伊毋知是毋是饲喷啦吼，猪要食诶物件，伊嘛照常要去家饲要食，大家讲啊，哎哟，阮老爸哦，凊彩做一个工人，上门嘛品质较好。我倒来甲阮老爸讲，我得罪了猪，得罪阿爸，你即马莫甲我当做你诶囝，甲我当做你诶雇工，甲我当做你的工人就好。他要回去，结果回去了，他的父亲是每一天都在外面等啊，看到孩子好高兴，赶快把他抱起来，然后给他杀最好的羊宰，找了好多人来请客，结果大儿子恨恨不平啊！为什么？你的小儿子把财产去花光了，回来你还对他这么好，啊，我呢，战战兢兢在服侍你，结果呢，我连我朋友来你都没有杀一只羊来请我，我不去，在外面很生气。好，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明白，所以大家都说谁是浪子啊？当然是那个小儿子啊！啊，对老大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嘛！我们通常讲浪子回头的故事，都在讲老二，很少讲到老大。今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爸爸，他是个非常慈祥的人。他有两个儿子，那常常讲轻分吼，爸爸妈妈对囡仔拢无公平。阮三个都拢后生。爸爸妈妈拢无公平，阮足公平吼。阮爸爸干一间厝尔，阮同阮大兄，阮拢袂还家，所以非常的公平。他说：“爸爸，你把我应得的份额、应得的产业给我。”当我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小时候没有那种感觉。细汉时我无迄个感觉的，我这边搁在读这句话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深的呢。啊，现在老爸趁钱就是爱互你呀。有时候想一想，好好玩哦。爸爸妈妈赚钱为什么就是儿子的？有时候爸爸吼去米店食物件，配土豆，因囡仔吼讲米路甲开落，这顿拢算我的大只。阮老爸有钱啊，啊因老爸都无钱啊，所以讲因老爸欠长内都因囝拍拼甲开，在台湾是足普遍的现象，应得的。那感觉老爸老母放财产我是应该啊，应得的产分给我，因老爸有互伊无？真正互因啊。本就互大，就互细，照迄阵犹太律例，其实个就是老爸甲伊留咧，分做三分啦，就互大，就互细，啊，家己去留一分。吼，因后生拄着，就讲啊咧爸，我出来奋斗。迄若讲要出去奋斗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假，出去奋斗的大概一半以上都是假的，财产拿了就开始出去外面什么？奢华宴乐啊，一直花钱，然后旁边一大堆人叫你大哥，你有一堆小老弟跟着你，你就是大哥，一小钱就花光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啊，他很安分守己在家里，他也外出哦，他外出做什么？去种田呐。小儿子拿了财产去外面奢华宴乐，大儿子是去种田呢。哇，我们又看到什么？哦，现在多CLN的每天过得很快乐，可是大儿子每个礼拜天，应该是礼拜六了，他一定到会堂，很循规蹈矩。所以各位想想，你们也都很乖嘛，礼拜天都要来礼拜堂做礼拜，你们应该比较属于大儿子才对嘛，大家都很乖啊。那小儿子根本没有来做礼拜，奢华宴乐。所以这两个儿子，你在比较中，你会发觉到说，这个小儿子。等他带回去的时候，他是什么？满脸羞愧。我要跟我爸爸讲，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个雇工吧，你搞这几个工人的好。没想到他爸爸远远看到他就抱上去。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大儿子在做什么？在田里面耕作，在田里面收拾善货。所以这两个人在比较的时候，你发现他爸爸是用最高规格的待遇在对他的小儿子。我再强调一次哦，最高规格的待遇哦，对他小儿子哦。可是他老大呢，回来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嘛。财产你分走了，你自己把它花光了。
回来阿爸还要对你这么好，不公平。吃完了不进去。要是你们的话，回来你干嘛去？不要进去。是老二钱都花光了，爸爸还对你那么好，我凭什么？凭什么进去？我不去，要吃你们吃，我不爽，心里不舒服，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伤害。所以问你们一件事情：小儿子外出去做享乐嘛，对不对？那大儿子呢？他儿子外出是做什么？是做工哎，去做工哎，去做他应做的工哎。那我们看到小儿子外出是什么？外出是奢华宴乐哎。小子外出时间多开钱，开也开袂了啦！啊，老大个咧，住厝咧创啥？伊是规规矩矩，服侍因老爸，啊做伊的工课，啊发到这个厝内底。哦，小儿子哦，回家是要做过工尔呢，结果是安怎做到最高规格的待遇？因老爸住厝，毋为着这个大儿子抬一只羊啊，结果因小儿子回来，因老爸毋拿水甲揽起来，将他的戒指给他，将他美丽的衣服给他，还杀了好多的牛、猪、羊，找所有的亲友来，哦，好高兴。结果那个大儿子呢，当然回家是一肚子火。我问你喜欢小儿子还是大儿子？为什么？你喜欢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喜欢还是喜欢大儿子？我们想这个好像很好解读嘛，这个放荡不拘，这个把财产都花光了，这个人可恶嘛。我大儿子哦，循规蹈矩，守住我的家产，侍奉我的父母。每个礼拜六我还安息日，我还去会堂里面听这些祭司们在讲道，我不是很乖吗？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哦。小孩子回家是什么？回家是要当雇工呢。虽然爸爸没有给他当雇工，可是他当时回家的心意是要当雇工。可是大儿子种田回家当什么？还是当他的少爷嘛？他财产没有变啊，还是回家当少爷呀、我们看到爸爸以前将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他们了。所以小儿子花光他的财产，有没有花到大儿子的？没有啊。所以爸爸也讲那句话说：“我这个小儿子你跟我在一起一辈子，跟我在一起，我以后的都是你的啊。你有什么好计较？我的东西以后也是会给你呀。所以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复生啊。这个儿子是得到白白又赚到一个儿子，我当然很高兴啊。”我当他的父亲，我当然很高兴啊！他没有花到你的财产，他花他的财产，他花光了，你的财产还在啊！以后我的财产也会给你呀、啊。没人想当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所以我们经常在讲浪子回头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在谴责说，我们不要当浪子，我们要回家。等一下我们要唱歌，也要唱回家吧，回家吧。可是又想一想，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大儿子的行为？我们以为我这辈子，我侍奉主，我战战兢兢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我会唱歌，我就出来敬拜赞美啊。可是你有没有经过训练？你有没有将它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应付？敬拜赞美这首歌这首歌简单我不要看，我都会背，我就唱给你们听。来，大家一起来。态度的问题，你侍奉上帝是用什么态度？你用什么态度来侍奉你的上帝？这大儿子对他爸爸的侍奉是什么？这种态度问题尔嘛。伊对伊老爸的侍奉是因为我得做我大汉好生，我得服侍你老爸，敢若应该咧，得安尼一日过一日。但细汉的是有影做了放荡，总是伊有悔改无？有悔改呢？伫十字架顶的迄个两个大贼狗。其中一个咧甲踢笑，一个是认罪呢。讲主啊，你天国来临时阵，求你跟你在让我能够跟你在乐园。上帝应允，耶稣应允他。我们要的是认罪悔改，是那个心态。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他爸爸跟他讲说：“儿啊，你常常跟我同在啊，我的都是你的啊。可是你这个弟弟
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这重不重要？很重要哎。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等我们要死的时候，每天我们都奢华宴乐，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坏事情，到我们死之前，我们再来认罪悔改，我们就得救嘛。如果你来得及的话，你真的会得救。问题是你来得及吗？我们经常讲说那个信基督徒，你们说悔改叫认罪得救，那我就干脆先把我钱都花光了，然后快死之前，我赶快来悔改，来认罪得救。你会有这种心理的人，你根本不会去认罪悔改。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讲这个故事动机是什么？是当初很多的罪人跟税吏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做垃圾的。比如讲咧包税哈，我这个军内面包迄个1万块，好，一定共抽4万块，啊抽3万块第二粒地啊，1万块才交政府。所以我抽象的，咱讲抽象的税吏是大家很看不起的。这阵不会了哈，这阵只会听说那个老阿嬷一个他们在举联盟比赛，大家挤了老半天，一个大力士挤了半杯，那个老阿嬷上来一挤下去，整杯都满了。人家问他你在当什么？他说他在当税吏啊。所以说我们的税吏就可以一下就把它全部挤满。但不管怎么说，在犹太人里面就会说这是罪人啊，你耶稣啊，你干嘛都跟罪人在一起？你应该以后要称王的人，以后应该是跟那些王国贵族、跟那些大富大贵去88会馆才对。你怎么跟这些人都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的重点是讲什么？对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循规蹈矩的大儿子哦，你要是心呢？你圣经懂不懂？你很懂旧约，摩西五法你都很懂，你圣经非常懂。你有没有信仰？你很有信仰啊！你经常站在路中间就祷告啊，说哇，我多虔诚啊！人家那个国务才安安静静的去偷个钱。我们玉玲在做那个失业妈妈，就是那个亲子等的教育。你觉得那些人不苦吗？几乎到你面前来的人，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苦水，满腹的辛酸。我们不是做着那种你大企业家来，我教你怎么去经营理财，让你钱上滚钱，而是告诉你说，你来这里，我帮助你，看你以后的生活能不能改善，亲子之间能不能改善，那你能不能再次的就业？不同的意义，就看你的心怎么样。所以我们电影都有个男一男二嘛，大家都认为说，我们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讲的就是小儿子的故事，我没有想到。讲的也许是大儿子的故事哦。你们如果把圣经再从头念一次，你会发觉到，其实圣经上面那个浪子的比喻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里面的经文没有一个字提到浪子。所以小儿子有没有经常发生？我当法官这么久，经常在看这些事情，痛啊！所以第一件，拜托各位，我们不要偏心，否则我们就学严长老。干脆生女的，不要生男的。严长老也是的哈。我们真的是，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们，我们要公平去对待。所谓的公平，不是说财产分配一样叫做公平。我们让他们在社会上，让他们应得的，可能有大有小，看他们的需要，给他们。这是我们当信徒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故事里，我们应该学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父母的权威？以前当父亲就权威呢，连咧讲话吼，你看林某书就较无权威啦。林某书拢两个查某囡仔，若看到你来，拢去甲伊看一下。我嘛你引导嘛。但相对的，有时候我们父亲都吸取到权威。我老爸也是你老爸，我讲的你有咧听无啦？袂晓这样，我讲的你是有咧听无？我老爸也是你老爸，你这样嘛定听着。其实阮老爸是袂啦吼，那这嘛听着隔壁。唔对，就我你老爸咧，无你要安怎？等你做老爸，你得来做老爸时阵已经无大啊吼。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权威。你们看这个父亲的那个浪子回头故事，告诉我们，爸爸每天都在那边看他儿子回来一定是什么脏兮兮、臭的要命，对不对？他是跑上去什么，立刻把他抱着啊，我的儿子。要我们的话，有没有很脏？我为什么经常讲恩友教会？你去问一下。吉安长老有没有又臭又脏？听说进去里面都有味道，听说现在比较少了，听说现在比较少。已经20年了嘛，20几年了，它很臭又很脏。
我先去育领你的德仁企业，每个来的时候都嬉皮笑脸啊，我好快乐，有没有？不可能。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身段来给我们当父亲、当母亲的，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能不能用平等来对待他们？因为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对儿女们要同样尊重。我可以这样讲，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在，可是我对我爸妈真的非常尊重。我敢在上帝的面前讲，我太太可以帮我作证。我现在跟我子女讲，你们要对我尊重，我也会对你们尊重。我们当父母的要学习对儿女的尊重。第三，家我们要接纳，永远敞开门接纳他们。我常常听到一句话，这个囡仔有够放荡，死的拢卖倒来好啊啦，迄种嘴咧讲的尔，看到你倒来去，唔使你倒来啊。我们要珍惜啊，家。所以我会有一首歌叫做《无缘的结局》耶。我觉得大儿子是一个无缘的结局呢。小儿子还有家可以归，大儿子不进去耶。我们经常有时候不进去耶。所以宁布伦的话里面，其实人家说一个重点的主角在哪边？我框起来的是那个大儿子。宁布伦很有名，他看的是大儿子。第二重点，你有没有信仰的骄傲？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跟经耶稣是信仰的骄傲。哼，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不像话。耶稣说：“一只羊迷失了，99只我放着，高家我坑嘞，我去寻找那一只。7000人爬落去，我把眼去给他吹出来。一个囡仔放荡出去，一个放荡的孩子，我会把他找回来。”失而复得是最高兴的事情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你有没有信仰的骄傲？我在台东，我名字都讲出来了。我在台东当院长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反映，某个吃素的，我没有讲名字的啦哈，但是台东人应该都知道，吃素的一个主管非常的刻薄。然后我到监察院，有人跟我讲，你们基督徒很刻薄。我们要小心哦，不要信仰骄傲。我基督徒，我绝不会说谎话，我做事情都对的，你们都错，只有我对。错，你讲这句话你就错了。基督徒要做人家最卑微的、最信仰的模范。我当团长带出去的时候，我受到很高的礼遇，可是我那些团员回来都讲一句话啊，跟我们蔡某某出国真的是感觉收获满满，得到很大的尊重。基督徒要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而不是那种很骄傲的基督徒。你愿意不愿意放下你的身段？我做较丢脸啊呢！你叫我参加查经，我咧查经时候，基恩的时阵，我咧教主要基恩第一个做我主要学生咧，咧查经互伊查，我来查经唔得丢。有什么信仰骄傲？可是我们看到每次查经，我们林牧师都坐在下面呢。他是我们典范。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分，我的信仰比你好，信仰比你不好，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很高兴，我们6月有我们的兄姐们会来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那是个非常大的福分呢。半夜都会偷笑哎，天上都会敞开大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弱点把它克服掉。我们有时候会骄傲的心呐，嫉妒的心，所以我们经常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只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呢？一嫉妒的话很可怕，为了嫉妒哦，把什么手段你都得到出来，又嫉妒了，这个竞争。各种的坏事情都会出来，在教会里面，我们千千万万在社会里面，在职场里面，我们会讲一场，再来会讲到那个职场里面的约书亚。我们在职场里面不要有任何嫉妒的行为呀，你又害了很多人呐。所以，我们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其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苏格拉底讲的，我们要真的要最后一件事情。什么是幸福？离家出走，逍遥自在，幸福吗？我记得我在小学生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经常我们班上有同学讲说，我爸爸妈妈对我不好，
我今天准备离家出走。蔡崇义，恁到日本宿舍吼，日本宿舍比较大一点。今天我住在你家好吗？我讲恁老爸来知，我住伫阮兜，我要恭喜。我们小时候都经常想离家出走呢，有没有？经常听到呢，哼，爸爸妈妈对我不好，我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好像，我一讲到离家出走，我爸爸妈妈都吓得要死。我们有没有离家出走？不要忘记，空虚是一门毒药。有时候你当到大官，你当到大事业的时候，有时候回头一看，你会觉得很空虚耶。我们觉得说幸福像香水一样，你洒出去的话，不是别人闻到，你自己也会闻到香哎。我们要幸福给别人，而不是自己独享。所以我们说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后简单就很幸福。这个大概要50岁以上的人才感受到哈，没有感受到的人，请你们继续努力到50岁再来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没有光鲜亮丽的背后，满肚子的苦水。我只举一个人，李玟 Coco， 歌很好听啊，身材、声音各种都很美妙啊，财产也很多啊，嫁给个外国人啊。李玟什么？自杀了，自杀的明星一大堆。赚了好多的钱，灯光亮丽、光彩十色的背后，是不是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其中一个人，我为什么特别提他？法鼓山后面有一个叫朱明美术馆，我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美术馆，你去到那边，因为我在基隆，经常他们会去去的话，他的儿子都会出来接待我啊。我们在那边慢慢讲他爸爸刻的这些啊，真的好伟大的艺术家。朱明自杀了。为什么？名利都有了，为什么？自杀了，空虚。忧郁症要开的最多的都是那些大官跟大企业家。小孩子快乐吗？小孩子是迷惘，他缺家人的爱。所以那个卢云的神父，一个很有名的，在荷兰要拍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刚要拍之前他死掉，但他讲一句话，说回到上帝无条件爱的家。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告诉隔壁的人，你是最幸福的人。你回到上帝的家，你不幸福，就像我今天来做礼拜，我好幸福哦。我到昨天呢，虽然把所有的再准备一下，只是到很晚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可以跟你们在一起。所以，阮最甲我问讲，啊，你总统就职，你有要去做义工咧？我笑笑甲讲，其实我啥物庆典我拢捌去，我干那咧暗时然后迄个晚宴过夜，然后咧食物件，我会带阮某去尔。今年听讲伫台南啦，哦，我安尼台南不爱去啊。所以相对回到上帝无太了解，跟家跟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幸福。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每个人来没有让人家感受到我们是个大家庭，我们都失职从我开始，我都觉得我对不起大家。我们就是个大家庭，每个人回到上帝的家都是非常幸福。你说大儿子快乐吗？大儿子得到小儿子有财产，他也有财产呢，应该很快乐嘛。你分一，我也分一呀。那么小孩子为什么要生气？有什么好生气？另外一个角度，有什么好生气？嫉妒嘛。爸爸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他花光了，我还没有花，我钱没有花，我在那边赚钱，结果他回来，你还对他那么好，他就生气呀。所以他讲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战战兢兢的，你没有为我宰一只山羊，请我的朋友来，嘛是都要做要吃饭呢，唔是像我顶面若去过到基恩妈妈看到我来我话基恩会遐肥嘛渐散落下啦。迄阵嘛拢靠我呢，因为伊妈妈若看到我来，拢搁煮较好，会当搁食较好咧。佮老爸讲，阮朋友来，你也毋咧要太低太洋啊？为什么这个囡仔放荡自得来就是安尼？我们所看到什么？当时看到就是我，你要对我好啊！小儿子知道自己做错了，爸爸不要当我是我的儿子，我做你的姑公就好。态度的问题，他服侍上帝啊，他服侍他的父亲做什么？是要得到他的骄傲啊！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去太多。各位仔细想想看，
计较太多反而是最不快乐的原因。最近有一部电影要参加奥斯卡奖，是不丹的人所拍的，不丹区我们台湾的人，他在讲不丹。不丹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用台湾的标准来讲，不丹是非常落后的国家，可那人民很满足，因为他们不会计较，计较太多反而是不快乐的原因。最后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小美，她2个哥哥，一个身体很差，一个经营一个小生意。小美从小就很会设计，是从我们新杰到英国去，她就是学设计的。只要给她设计出来的东西，不管杯碗，不管服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大卖。所以她就在家自己开个工作室，案子接不完，可以赚了很多的钱。她也没有结婚，所以照顾爸爸的责任居然就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很乐意，他就一直照顾他妈妈，很早就死掉，他一直在照顾着他妈妈。结果他们家的女佣都有请外劳啊，女佣跟他讲说：“你爸爸有立个遗嘱哦，说他如果死掉以后，大部分的钱都给另一个哥大哥，一部分给二哥。”他就问他啊，我嘞？你爸爸说你不需要了，所以你没有。我爸爸本来就重男轻女呀，重男轻女好像是我们在社会上这个很正常的这样怎么可以？可是他在说我的爸爸啊，看他躺在病床也很可怜，他还是服侍到那死掉死亡之后，他想说心理上不服，也很痛苦。好，出去走一走，他去埃及，他埃及的时候碰到一个导游，他是个华人导游，叫做阿华，对他非常的好。阿华有一个助理叫做阿里。导游带他玩了好多的地方，他是个人自助型嘛，自助旅行，玩了好多的地方。阿花也带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他家里在埃及算是不错的，还蛮豪华的。一个阿里讲，我会使恁兜看没？阿里讲买啦，阮兜就歹看啊。讲好啦，反正我是自助旅行。阿里就带那个小美到他家，哎呦，他的家又脏又破，好多人就挤在一起，喝了脏水。生活很贫困，因为他只是个助理呀，不像阿华是个真正的导游啊。他要回去埃及之前，他还剩下很多的埃及币、埃及镑他们称为埃及镑。理论上他应该给阿华嘛，阿华对他才好啊。就他到阿里家看完以后，他默默的跟阿华讲说：“对不起我该给你的钱我都给你的，我觉得你生活还可以。”他把那些钱全部给阿里。他就把他剩下所有的埃及币都给了阿里，给阿里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想到那句话。但是他听到他爸爸讲说，他要将大部分的财产给他大哥，其他的给他二哥，他都没有的时候，他心里很恨不平想说那我也不照顾你了啦，管你在老人院死掉算了。可是他最后还是把他照顾到结束。他突然体会到，其实上帝对每个人，就像父亲对每个人都公平，比较少的会给他比较多，多的那就会给他比较少，不需要的上帝甚至不给他。所以有一个圣经叫5000、2000、1000的比喻。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自己反省不要偏心，但是真的照他们的需要，适时的给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人生最大的成熟是学会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人生最大的成熟是学会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不是在我们社会在你的家庭也会发生我们人生父母的偏心是家庭和睦的杀手。当父母的不要偏心。就像我小时候因为有21天发烧的记录，小时候大马孔固力，大马孔固力听得懂了那个严昭应该听得懂。我头脑是坏掉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人管我。我念到高中，考上嘉义高中，我爸爸你居然考得上因为我细汉国民党成绩拢买名啊。我就是读初中的呢，爱考初中的，考上尾校呢。我考到高中，我老爸把这种道理起来可以考到高中高中毕业了去考大学你去考到大学跟他问一句话公立不私立公立公立阮有教育补助费阮来食这大汉。阮大兄欠所有钱是要阮大兄读册，阮大兄去读实验医，安尼
阮大兄拢总是阮后爸，啊，我从细汉就安尼。我讲好个，做有阮阿姨来寄因食吼，安尼佫无食饭，会当去阮阿姨因兜食饭咧。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这样。所以什么叫公平？当父母的真的有时候不要让子女觉得你不公平，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呢。那么想想看，如果父母对你是公平，但是有时候是，比如说老大是残障的，就像阮阿姑哦，阮阿姑的二女儿，她就脑性麻痹，所以她有2间房子，她就讲得很清楚，照顾我的二女儿的人就得到这2间房子。所以显完对阮的也姐姐就照顾她，她真的得到那2间房子。那个工地越大都没有计较，那本来就应该的啊！谁要照顾他一辈子照顾他嘛？那当然得到那2间房子是应该的。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知道，我们要长期照顾一个人不简单。尤其我们现在有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要学习要长期照顾。对主的爱的决志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刚开始爱主的神，你刚受洗，哎呀满腔的热血，然后慢慢就冷淡。做礼拜哦，好像不去做不行哎。做礼拜，然后还有奉献缴税的感觉，但不要忘记那个爱要永远的存在。你要计较公平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其实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生气。我刚开始听到这句话，我也很不服气。我是父亲，我为什么不叫惹儿女的生气嘛？小时候打儿女是应该的嘛。可是最后我慢慢去体会到，因为圣经下面一句话讲什么？照主的吩咐交给他们。你用爱对待他们，就会得到公平。所以，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歌，《归家吧》。我以为这首歌大家都很熟，结果欧长老跟我讲，他们昨天圣歌队还是唱了一下，因为听说要唱这首歌的人都一定要50岁以上，搞不好50岁以上还没有听过这首歌。对你来讲，50岁以上定定听过这首歌嘛？那50岁以下有可能捌听过这首歌啊？咱在唱的时阵，搁回想看卖呢。来，这位来。我将你归天白家中，天在要倒来，思想犯罪受要风中，自我要倒来，倒来呀，倒来呀，唔通讲动，只爱天白春开双手，希望你多甲一白，用咱的心来，我将你归天白家中，现在要倒来，思想犯罪受要风中，自我要倒来呀，倒来呀，唔通讲动，只爱天白春开双手，盼望你到。我们用华语来唱一次，来，我见你是云的天父，现在要回家，偿还罪恶，自寻穷苦，主我要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归家，归家吧，再一次来，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归家。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伸开双手，渴望我们归家。得来，我每个到放东，
主，我们愿意回到你的怀抱，因为家，阿爸父神的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蔡长老，伊个真好的信息，甲咱勉励，这是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没有准备的千万不要勉强，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带年前你想奉献100块，带1000块，不要1000块下去再找900块哈，没有就不要奉献，甘心乐意，好不好？甘心乐意哈。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咱犹原徛伫，咱来吟上营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请蔡长老为咱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平安宁。亲像当老看护的暗暝，看见主的光。亲爱的主天父，愿你阮伫黑暗暝看到主你的光，暗暝就要过去，黎明太阳就要升起来。让我们的一辈子在主你的恩典的怀抱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教导与我们同在，叫咱每一个人三到地底，对这世人直到永世代不说。阿门。现在下面报告的时间，我来报告吼。下周圣工会分论节请咱家己来看吼。下周是迄个青年主日啊吼。奉献的部分，咱嘛请咱家己来看吼。个主会的迄个报告动态吼。消息报告的部分，咱今即礼拜了，咱迄个小组要暂停一届，咱踮伊咱要有庆生会，要请蔡长老为咱的寿星来祝祷吼。咱
即届是3月到4月吼，啊，咱有准备迄个特别的礼物，就是迄个音乐卡吼，啊，迄音乐卡可能有一个扫描吼，咱等者来教大家来要怎使用安尼，啊，咱1、2月的寿星嘛是有啦吼，啊，过来第3点，咱迄个下晡咱1点要。夫妇甲妇女团体要去关渡自然公园遐办日游，啊，连于毋知应该是吼确定会出发吼，啊，过来是咱迄个澳洲咱有召开中执会，咱请中执来出席吼。啊，若会友咱有迄个建议要提案，咱来咱的中执来提出。啊，6月初9，咱要举办圣礼典。啊，咱若有兄弟，也是有要受洗礼吼，也是更新礼，请咱伫5月26吼，5月底的时阵，咱来通知咱的严长老吼。啊，过来第6点，咱迄个抄台语的圣经，台语版的圣经吼，啊，咱迄个兄弟看会当较侪人来参加吼，啊，嘛是伫后壁的广播那个所在，咱来登记吼。啊，后咧5月份的职业长职是单长乐甲金会指示吼，啊个主日学老师啊个新眼光杜军队，咱家己来看吼。好再来是请。咱今日要庆盛会吼，今天是为3月份跟4月份，3月份加4月份的吼，受请，吼，请咱徛起来好无？3月份加4月份，不管是毋是咱的会友，是毋是咱会友拢无重要吼。3月、4月份底下做礼拜，请咱徛起来。啊，那个音乐卡是1到4月份都有，吼，好，然后记住吼，我们等一下唱歌，咱唱一遍就好，唱台语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互你，祝你生日快乐。咱要唱4遍哦，一遍搁比一遍较紧哦，尾下迄遍足紧的哦，啊足紧的到愿主祝福恁的，咱甲拉长，互因的亲像后壁两摆好去，马头沙拉就会好，正月你也无我969岁哦，我咧看你已经做太祖，好拉长，来祝你生日快乐，来哦，咱唱一遍哦，来一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今日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最快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来，祝你生日快乐！现在主管是甘小丽，我们非常感谢你，在你今天所命定的日子里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祝你赐给他们生命，有新的活命。搁再来每一日，主可你跟你撒到地底，好一世人拢有主的问题甲主爱跟你撒到做伙。摔到汽水草埔安的安休水边，做带定一路人所经过，做你爱因行，你背着他们走，让他们走的一路上都是顺畅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这来，我们请那个建慧姐来解释一下怎么用音乐卡。
好，请大家先坐下，然后我们请三马团契的那个孩子们先帮我们发。当然，咱的手的哦，一人会有一张这卡片。那我现在要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哈，有正面跟反面两个地方。掏钱，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它哈。然后呢，卡片的前面是一个圣经节，卡片的后面呢有一段话是上帝要跟你说的话。那我们有看到那个卡片后面的右上角有一个 QR code 的，在 OOA 这那个可以帮我放一下那个 PPT 吗 ？PowerPoint。好，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我要教大家会用这个东西哦哈。所以咱要把手机啊提出来啊。如果你是 iPhone 也可以，你不是 iPhone 就是 Android 系统也可以。好。我们今晚找到你的手机之后呢，请你打开你的照相机。好，就是你出去佚佗的时阵，你拢会用照相机嘛，对不？啊，你要拍照对不对？所以你就把你的照相机提出来，然后对着这个 QR code 把它扫一下。然后有没有看到一个黄？如果是你是 Apple 手机的话，你会看到一个黄黄的一个下面一个黄黄的东西。如果你是那个 Android 系统的话，你会看到一排很长很长的字，你都不要理它。你只要看到黄黄的或者是一排字，你把它按下去。有没有按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天父越爱你，然后有一个红红的这个。好，到这里为止。大家都找到了吗？好，我们请那个烧马的青年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找到这个地方？有吹到不？好，如果你找到了这个，扫了 QR code 之后，你一定会找到这个东西。然后你把这个红红的按下去。把红红的按下去，你就可以听到一首音乐。好，现在就是还没有找到那个音乐的，请举手。还没有找到音乐，请举手。好，所以那个静这边，旁边还有人还没找到。你传给我。好，没有找到的举手。那如果已经找到有听到音乐的，请你把它关掉，请把它关掉啊！如果那个玉文后面还有人还没找到，帮忙一下。好，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哦。这个生日的人呢，会拿到一个这个盒子，然后这个图片大家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其实是没有。下面有一个小心机，就是在这个卡片的下面呢，会有出现 A1、A2、A3、A4、A5。那个请那个萧执事可以发1月到4月的那个生日的卡。萧执事，那个佩如执事跟敏丽姐，请你们先帮忙发这个卡片。好，就是呢。因为每个人只有10张限量，所以呢，这个盒子上面呢有编号，就是 A 的号码总共有5组 ，B 的号码也有5组，所以你的家里如果有4个人的话，你会拿到4组不一样的号码。所以当你的10张卡片听完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交换，然后呢？我们教会呢，大家都是好朋友，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你的好朋友交换。如果我已经听完 A1 到 A5， 但是我没有 B， 请你去寻找 B 的盒子，然后就去跟他交换。那如果你不知道谁是 A 谁是 B， 那你也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你缺的号码，你可以去找谁交换。好。这个就是这一次长执会就是为大家准备的生日礼物，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
等一下再扫 QR code 还是有问题的，就欢迎大家私底下来找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咱若抑个有袂晓使用的吼，咱会当私下咱过来请教咱的青年吼。1月到4月份的生日，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请提下手。咱有寿星还未提，1月到4月还没拿到的，举个手。都有拿到嘛？好。好，安尼下面我遮搁抑搁一点补充报告吼，咱迄个年度的迄个奉献证明吼，咱已经迄个有迄个印出来啊吼，已经有出来啊，所以咱会当迄个礼拜后，咱会当咱的迄个明利节遐来摕吼，这可能爱大家爱。迄个真细腻，爱莫放弃吼，因为这敢若一张尔吼，迄个正本敢一张啊，所以你放弃你报税，你就无通搁有申请啊吼。迄个请大家注意吼，咱会当就是会后咱咱的明利节来领吼。好，安尼过来咱要电乐部分，咱就是请圣歌队咱为咱唱祝福的歌。好，安尼咱要行平安来进前，咱先来做食饭前的祈祷。
即是咱参加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阮搁一摆献上感谢，互阮伫早起，透过敬拜，透过讲台的信息，你来向阮讲话，阮恳求主帮阮搁一摆思考阮甲你的关系，来当真愿意一直留伫上帝的厝内。阮感谢主你也只是要互阮，想说阮有身躯欠用的食物，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来圣化，互阮所食所啉利益伫阮的身躯。阮也为着阮下晡阮要到伫关岛的所在，阮恳求主也保守看顾阮的骹步平安，阮的心神有平安。阮安尼献上阮的感恩祈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